时候的候是等候的候。学修讲半线了，那豆点为上天所用，帮助上天办天事。大开普渡日是上天是人间办，天人合一，神人共办。新年完工庙今年2019年中华民国108年，普渡啊是树的猪、树的羊，就是有猪的形状，那里面是放那个面线啊；有羊的形状，那里面是放面线，取代那个尸体，取代那个杀动物的尸体。所以不是全羊全猪的尸体了，有的是用素的猪、素的羊，用面粉做的那个有猪羊的形体的贡品。